也有快啊。你那是时安怎？啊，唔知申请后我都全部拢会走。要请人讲啊，那三个杯啊，这嘛三个杯啊，交的杯啊拢无。你刚刚啊请好爷尔，头请好爷，佫有第三支哈。佫交的金杯啊。哎，他这个没有金牌无？金牌无怪啦，金牌。啊，为啥咱要偷第个杯啊？佫创？我嘛唔知。拄啊村民来拜拜，拄啊敲啊讲好也无，杯啊嘛拢无啊。啊村民来拜拜啊，敲电话讲好也，叫全无去安尼，我唔知啥啥。我来拜拜。你好老夫的钱啊？好呀，偌久哦，前见庙就有啊啦。啊，这土地公庙老夫啊？土地公庙啊，吓，哦，我唔知俩，前我囡仔时代就有啊俩。哎呀，即算原早伫遐前见来先。你讲你来就无看到好呀？哎呀，拜拜时就看涂骹淡淡啊好呀，片片。啊，所有的敬酒的酒杯啊，拢无去啊。他们建设就不要无。哎呀，啊，其他都天公炉的啦，天公炉的啦，土地公庙也是好呀，敬酒杯啊拢无去。啊，咱土地公伯，土地公啊，另外是。无两尊拢土地公伯啊，一尊是原始的土地公，咱的原照土地公，啊了后来建宫的是加搁调新尊。啊，你原始的是用原照啊？原照就是即尊原始的，安尼原始的伫个石头石花遐，啊了后像殿中妈，殿中。咱保存宫大地理的时，甲搁调一尊土地公伯啊，安尼较好呀。透早老主来开门的时候，说讲也搁第个啊了10点外，才会信众吼村民来拜拜的时，才发现讲好呀那无去安尼。哦，平常时拢有人来拜，啊，咱若初15到初26号，咱的天门拢会拍开，互村民吼。好插香安尼，10年来都毋捌发生这问题安尼，啊惊嘛毋知影，啊连所有敬地杯啊完全拢提早了，拢无看，啊这还佫等等，应该是无偌久的时间安尼。咱建信德宫建宫已经50周年，今年有办50周年，啊进前伫迄边安尼历史迄度啊，佫问较侪岁，啊直接建宫。安尼今年拄啊50周年啊，完全信仰中心就是咱信德宫福德精神安尼。